大家好，我是赖伟一，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首先带大家来关心高雄的交通，市府近年来努力改善交通，在大众运输提升及公共停车配套措施方面，也引进新设备，增加民众便利。但在市议会交通部门质询中，市议员郭梦如却提出，近来新增的智慧停车杆辨识度不够，收费也不智慧，公车站更是缺少遮蔽，无障碍环境极不友善。交通局方面也承诺将尽快加以改善。智慧停车桩是放在这一边的，那因为这边有一个，可是我车子是停在这里的，那我会不知道说，我到底是要用这一个柱子缴费，还是用那一个柱子缴费？影片中，市议员郑梦入亲自示范，在先进的高软科技园区，高雄市交通局所设的新智慧停车格，原本是要减少人力并增加民众的方便性，但在收费部分实在不够人性化，停车杆辨识度也不够，因此在议会质询中要求交通部门尽速改善。大家停完车之后要怎么去缴费，他也不知道哈。然后上面有一个很小的这 QR code 码哈，那必须很仔细看才看得到那个 QR code 哈，才知道说要去扫上面的条码哈，去进行缴费。缴费的方式就是有 Line Pay 接口支付跟悠游付并不是那么多的长辈或是一般的民众他会有去绑定 Line Pay 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现在是有13家。那不过因为那个是厂商 App， 它就是只绑那3家所以要改善啊。对，认为说这个支付应该要更多元。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智慧停车桩的这个设置跟使用其实一般民众并不是太清楚尤其是高软园区那边它并没有任何说明，就一个柱子这样在旁边而已所以到底是哪一个停车格对应哪一个柱子，一般民众其实也不知道。另外在大众运输方面，市议员郑梦入也用影片指出，高雄市的公车站虽然做了不少的更新美化，但缺少了遮蔽空间，无障碍环境更是不友善，让改善公车站的美意大打折扣。高低落差对身心障碍的朋友其实非常的不方便那也不是一个很舒适的等候空间。我认为交通局应该要针对这个部分去做全面的盘点啦就是有斜坡道要上去的话，其实是有点吃力的那除此之外呢，甚至是中间这个椅子就是后车的椅子也挡住了这个轮椅族的朋友他们可以去前进、可以前行的这个通道了。所以如果说今天公车司机是让我们的身心障碍的朋友他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去下车的话，他根本没有斜坡道可以下去，也没办法去飞过那个椅子去走另外一边的斜坡道所以这个设计让我觉得很压抑这怎么会在一个这个这么先进城市又是高雄市这个地方会看到的这个公车候车亭呢？城市交通需要与时俱进，市议员郑梦入举先进国家为例，不论是硬体交通建设，或是周边的软体配套，都要符合人性，才是先进的象征。而交通局方面也承诺将尽快加以改善。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根据国外一家导航系统2023年调查指出，亚洲区交通拥塞程度最糟糕的城市高雄排名第6名。高雄市议员黄香淑对此在议会质询中表示，希望市府强化智运中心的功能，也可以参考引进国外方式，提升目前高雄市的交通状况，也对城市形象有所帮助。高雄排第6这个我想这一则新闻应该是最近大家都非常关注的高雄市议员黄香淑在议会交通部门质询时，秀出来自荷兰一家导航公司所做的调查，内容为亚洲区城市塞车最严重的排名，6都中只有新北市没上榜，高雄则排名亚洲第6，全球第17名。黄香淑要求市府交通局面对塞车问题，加强采取应变措施和政策来处理，让交通状况不要影响到城市形象。所以我认为说，因为我们既然有智运中心，我们就好好去想一下说，针对于易塞车的路口到底有哪几个？我觉得也可以去跟民众讲说，这几个路口就是特别容易塞车。我们中心其实都有这些资料，我每天都会早中午就是不同的时间点。那我们要怎么看得到这个资料？这个资料我们现在是在内部做管理用，那我们希望是推播给民众，所以我们现在跟导航机业者在谈说我们现在把这个路况资讯推播给他。不是高雄市的排名亚洲第6，是最糟最塞的城市亚洲第6你要想，每一条路如果遇到塞车的话，其实大家就会比较不想要走到这条路。所以我们在质询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相关部门交通局能够透过智慧运输的这一块，
能够尽可能的去把易塞车的路段能够标示出来，让我们的民众更清楚。黄乡署表示，从另一角度看，塞车问题确实是城市繁荣的象征，也鼓励民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来舒缓交通状况。但对捷运局报告黄线捷运预计在4年内完工通车，相当傻眼，进度是否太过乐观？要求捷运公司在赶进度的同时，品质和安全都要完善，才能真正做到如期如职。你们有把握在3年内把一个捷运黄线做完吗？那高雄捷运黄线。那按照行政院核定的经费，我们目前都已经发包。是。那诚如这个动工了吗？我们预定在今年底、明年初我们会动工。那动工了以后呢，我们会那另外呢，目前还没有发包的部分，我们正等待这个行政院修正计划核定下来以后。修正计划什么时候会出来？修正计划我们在去年的8月提报。那最近一次是9月20号，交通部开过了委员会。那委员会以后，他会提报到中央。局长，所以我们一次的中央修正计划都至少要等1年以上哎。刚刚我问了以后我们的捷运局长就是非常大的口气讲说，2028年一定会如期如职的完工那当然，捷运局这样讲了，我们还是要给予他很大的支持跟鼓励啦。我们还是暂且相信他呢，但是我们也希望说，真的能够诚如他们所说的，诚如捷运局长、诚如陈市长所说的，2028年能够如期如此的完工，让这一个大家很多民众期待的捷运黄线能够顺利的通车。对于市区交通状况的改善，交通局回应将持续精进检讨外，也会优化 AI 智慧交通灯号的控制，并且和多家导航厂商来合作，让驾驶民众可以提早避开塞车路况，减轻往来车流量。记者李嘉龙高雄报道。高雄鼓山区特色景点龙岩猎泉因凯米跟山图儿台风带来丰沛雨量，至今持续涌水。但第3次的改造是以景观及生态富裕为主，取消了戏水泉区跟滑水道，让许多游客感到惋惜。龙岩猎泉泉口涌出丰沛且清澈的水源，但整个泉区已经是布满青苔，大部分的区域还长满杂草与泥土，更是没有人玩水。相较于改造前，民众欢乐的在池区开心戏水的景象，似乎是回不去了，让许多游客惋惜。就家长带小朋友在那边玩水，这样感觉很温馨啊。一个夏天玩水的好地方。对对对。然后脸书哪里或是我们那些都会有人 po 小朋友在这边玩，然后大家看到以后都会想说，来爬山顺便让小朋友玩一下。现在这个情况，因为青苔会让人家觉得有点脏会让人家去觉得怕会有细菌还是怎么样的问题，比较不敢下去啦。我比较喜欢以前。龙岩猎泉属地下涌泉，非常态性涌水。以今年为例，7月凯米台风之前，猎泉就干枯了将近2年。因此，过去当猎泉涌水时，游客都是1传10，10传100，把握时间前来猎泉戏水。但不分昼夜的嬉闹，也造成周围居民困扰。110年，在地方的建议下进行第3次整修，就取消戏水滑道与泉池区。反正不用玩水，然后有水这样也可以。对，也可以。白天也吵，半夜也吵，1、2点也吵啊。有的人他差不多11、2点，他大夜班下班了来这边玩了，整天整个暑假都是这样啊，里民不得安宁啊，一直跟我反映啊，所以我才跟上面一直反映，要把这个猎泉把它稍微修改一下，改建成是可能比较适合观赏或者植物富裕方面的。对，玩水是没办法玩水啦，如果在旁边脚下去泡一泡可以啦。现在则是采生态富裕工法，避免种植各式植物加以美化。底下大泉池区自然生长水草，富裕水生昆虫与动植物。但这样的工法，当地居民抱怨，过去2年当地登革热案例增加，今年风水期蚊虫一样多。枯水2年就有登革热，更何况是有水，上面还是会积水啊。你想想看，枯水这边没有水，上面就已经很多登革热。如果有水，这边有水，上面有水，就更多登革热。
这一次整建后，观光局有设定龙岩猎泉开放时间，从11月至明年5月将封闭清水阶梯。届时，即使猎泉仍持续涌水，为了避免民众在池内滑倒，也不能下到泉区。记者吴佩珊高雄报道。桃园市与日本茨城县竹波未来市签署友好城市协定，是桃园市第37个地盟城市，也是张善政市长上任后缔结的第4个友好城市。未来双方将在农业、青少年棒球、体育及经济等领域深入交流，持续强化台日双边的友好合作关系。桃园市长张善政跟日本竹波未来市长小田川浩共同签署友好城市协定，竹波未来市正式成为桃园第37个地盟城市，也是张善政上任后缔结的第4个友好城市。未来双方将在农业、青少年棒球、体育及经济等领域深入交流，未来渴望能够频繁的交流互动，持续强化台日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私たち非常に桃園市から学ぶことが多いなというふうにこれまでの訪問の中で感じているところです。非常に観光としても非常に恵まれた環境をお持ちだなというところもありますし、そしてまた私たちかねてから勉強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いる交流を深めるところの農業の関係ですね、それについてもお米のコンテストを私たちのところで開催をしますので、そこにも参加をして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で、よりこれからより一層ですね、お互いの市の交流が深まっていくんでは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张善政市长表示，两市在农业发展上有诸多共通点，相信未来在农业领域必能创造更多合作机会，进一步带动双方的农业发展。也预告农业局预计明年前往竹波未来市参加米食味分析鉴定大赛国际大会引竹波未来市，强化双方在农业领域的交流。我们的农业局局长在今年半年前也到日本去参访，发现说我们在农业的基础上面有非常多的项目可以交流，包括刚才小田市长提到的这个米的比赛，我们也会拿我们桃园最好的米去参赛。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发现除了农业以外，在教育、体育、文化、经济方面，我们也有很多项目可以交流，这个未来都是我们拓展的空间。所以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跟竹波未来市签署今天的友好城市协约。那么将来我们相信体育、文化、教育、经济跟农业，我们都会积极的推展交流，让两个城市有非常深的情谊。张善政市长代表市府赠送桃竹友谊天涯比邻木雕给竹波未来市作为地盟礼，小田川市长则回赠精美编织作品，期许两市的友谊就如同编织般紧密连结。外交部台湾日本关系协会表示，台日关系正值历史最紧密的时刻，桃园市跟竹波未来市的友好城市缔结，不仅能促进两市更紧密的交流，更为台日关系注入新动能。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受到台风外环及东北季风双重影响，基隆地区这2天豪大雨不断。1年一度的基隆市民联合婚礼举办前2天临时改在基隆城际转运站广场举行。24对新人在大雨跟亲友的见证下步入婚礼现场，接受大家祝福。虽然豪大雨来搅局，但新人都说永生难忘。新人穿着婚纱及西装，笑容灿烂。甜蜜入场，诱人一身轻装，牵着另一半的手，参加基隆市联合婚礼。仔细看，地点在基隆城际转运站内，外头滂沱大雨，刮起了强风，但在走红地毯前，新人和亲友们把握机会拍照，似乎不受到基隆豪大雨影响，喜悦之情全写在脸上。期待很久，有啊，就我们已经交往3年了，然后终于要结婚。本来办在外木上，原本很担心，然后好险主办单位很贴心，就帮我们移来室内这样子，对，然后他们也很辛苦。这礼拜气象预报是封面啊，所以主办单位把它移到这个比较靠近有遮雨棚的地方，会比较安心一点。他们想要办怎样的婚礼是他们的决定，我们家长就配合，很难得啦，小孩子一辈子一次啊，大家都高兴。基隆市民联合婚礼
原定在风光明媚的外木山举行，但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和东北季风双重影响，主办的市政府民政处在婚礼前一天紧急通知新人，婚礼地点改在城际转运站举行，让每一对新人不用淋雨完成人生终身大事。那在现代的青年朋友虽然在比较相对低的这个结婚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市政府还是要尽心尽力的来办理这天的婚礼，让我们新人呢能够在这个简约朴素，然后简单又隆重的结婚婚礼典礼上，跟家人朋友共同来参与这个婚礼，然后享受这个得到大家祝福的一个场合。希望在这个婚礼由我们市政府委外的单位来布置相关的拍照的景点。虽然天气非常的这个不配合，但是不减热情，也不减爱情。希望爱情跟热情能够继续在基隆发生。看到这么温馨的这个场面的话，我想也可以使他们的爱情更加弥坚，而且也让他们能够步入人生新的一个里程。所以我在这边衷心的来恭喜，来祝福他们，也让他们都能够永浴爱河，白头偕老。我想我们基隆市的人口有在逐渐下降所以我希望我们这几对的新人能够结婚后能够多子多孙，让我们基隆市的人口能够逐渐的能够增加，让我们的基隆能够是一个很有爱的一个城市。基隆冬季东北季风增强，这次又遇到台风外围环流搅局，还好主办单位精心策划，让新人顺利完成终身大事，想必也是新人们终身难忘的体验。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113年浪漫宇宙真爱永恒桃园市民联合婚礼在周末登场，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化身宇航员，为80对新人证婚，完成浪漫的主题婚礼。市长也分享桃园的安居跟生育补助政策，祝福新人们在桃园营造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相知相惜相伴永远，爱他一辈子，请问你愿意吗？正式宣布，你们成为夫妻，恭喜！113年浪漫宇宙真爱永恒桃园市民联合婚礼在皇家维庭盛大登场，桃园市长张善政特别化身为宇航员，为80对新人证婚，完成浪漫的主题婚礼，并现场抽出巴黎来回机票以及冲绳蜜月旅行等大奖。市长也分享桃园的安居跟生育补助政策，希望新人们在桃园营造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今天我化身成星际争霸战里面的柯克船长，来带他们走入爱情跟成家立业的浩瀚宇宙。在这边恭喜我们每一对新人。我们桃园市政府这几年从这个怀孕期间对于准妈妈的照顾，到小 baby 生出来以后，到幼儿园大班学杂费全免，到国中国小营养午餐全免，都是想要照顾，让年轻夫妇在桃园生儿育女的时候，尽量减少他们的负担，没有后顾之忧。我希望他们能够好好运用这些配套的政策，很快的打造出美满幸福的家庭。参加联合婚礼的80对新人中，李明跟许家园2人是在桃园市举办的未婚联谊认识并相恋，2年后又幸运抽中联合婚礼的名额。他们也刚生完双胞胎，觉得桃园市府的活动很用心。2年前参加那个未婚联谊，然后就是觉得那个桃园市政府他办的活动就蛮有创意的，就可以在这个活动里面认识很多人，然后之后我们就是就遇到我先生，然后我们就在桃园一些名胜啊，还有吃美食那些逐渐认识彼此，然后之后就是发现桃园的福利也很多，所以我们就决定在这边登记，然后然后也要参加联合婚礼这样子，然后就希望能够在这边继续生根发展这样子。这次有许多新人都盛装打扮出席，黄慧茹跟戴宏元就 DIY 了贴合主题的服装、太空头盔跟火箭筒，也让老公赞叹老婆的动手能力超强，不可思议。他们觉得桃园举办主题婚礼很有趣，也很有创意。这是我们自己做的，就是用气球还有纸材什么的，然后灯也是自己另外买，然后自己做。
对，然后会做这个是因为今天的主题是浪漫太空，然后我们就想说穿白纱好像有点单调，所以就加了一些太空的元素。因为基本上每次我就是要来找老婆的时候，然后老婆说：“来帮忙做这个东西，来帮忙贴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哇塞，老婆一手，我就真的是从一手一手，然后看到她把这个东西弄出来的那个过程，真的是觉得老婆好厉害，真的太不可思议了 ，unbelievable 这样子。典礼最后，每对新人都来跟市长一起合照，在市长的祝福下，携手踏上新的人生里程。今年参加联合婚礼的新人都可以获得电子调理锅、大庙加持的好运金铲等桃园6礼。桃园市议会再加码赠送80个大同电锅，让新人把好礼带回家，也在亲友的见证下完成浪漫婚礼。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2024台湾灯会落幕后，主灯龙来台湾移至到台南科学园区银溪湖。台南市府日前特别举办启灯仪式，再度点亮20公尺高的神龙。另外还邀请灭火器乐团、毕书尽等4组艺人轮番演出，吸引超过10000人朝圣。3、2、1，请启动！金银双色的神龙搭上彩色律动，绚丽的光雕秀在夜晚中绽放光芒。这是今年台湾灯会的主灯龙来台湾，是以台南大天后宫殿前的龙柱设计。在台湾灯会期间，它是一个大的灯笼，可是来到南科这个地方，接下来它会成为一个公共艺术的作品。这只龙成为象征吉祥的公共艺术，在南科银溪湖畔成为新地标。主灯在事前已经更换为耐久材质，光源也从内部改为外部 LED 探照光雕，预计可以保存到下一个龙年。灯会结束后，过去常常有些地方的灯跟主灯都不是被拆解掉，就是被浪费掉，就沦落到某一个市区里面的某一个角落，这样反而不好。我们今天把一个龙来台湾的一个荣耀来到新市的南科园区，南科今年的产值也会创历来的新高。那所以说，龙带来好运，龙给台湾、给南科都带来非常好的运道，也给所有的市民朋友们也期待能够带来好运。市长黄伟哲希望龙来台湾持续荣耀台南，给南科带来好运。启灯仪式后，市府请到原子邦尼、毕书尽、灭火器乐团等艺人演出，吸引2万多人前来感受这场视觉与听觉盛宴。记者邱怀谈的报道。台南400全民趣味路跑登场，分为吉祥物路跑组跟万圣节扮装路跑组，总计近5000人参赛。台南市长黄伟哲也特地到场为跑者加油打气。这次合作的亮点是跟猫咪虫嘎波合作，推出联名完赛礼，但有民众反映没有拿到嘎波的钥匙圈跟奖牌，纷纷前往台南市体育局粉专留言。市府紧急回应，厂商准备的物资没有全数充足，已经要求补齐，参赛者只要来登记，一律会补记。3、2、1，起手！鸣枪起跑，号称最猛的台南400趣味路跑热闹登场，不止毛毛虫咖波来到现场，市长黄伟哲也来帮跑者加油打气。路跑是跑出健康，跑出趣味，大家很开心。这个不是马拉松的竞赛，这次分为3.5公里的扮装组和8.8公里的吉祥物组，加起来总共4000多人参加。有人扮成石目鱼，或是千寻少女、电影人物小丑，甚至还穿着高跟鞋化身动漫人物。这是圣斗士星矢的那个初代星矢，这样比较符合那个角色形象。跑者们精心打扮，吸引大众目光。另外还有多达8项与咖波联名的完赛礼。但却有民众发现没拿到钥匙圈和奖牌，连衣服的设计也有问题，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为了卡波而来，原本的图案设计比较好看啊，这次的 logo 图有点太小了。体育局回应，衣服设计有先在网络上进行投票，美感也是个人所好。至于物资的部分，若跑者有缺都可以来登记，一律都会补记。有参加民众认为，市府可以多办这种联名活动，与年轻人多多交流，
但爆出争议，希望下次能改进。记者孙怀谈的报道。一年一度的年末盛事即将来临，2024新北欢乐耶诞城即将在11月15号正式开城。今年由魔法天使带领展现魔法，点亮板桥，长达48天的梦幻灯饰将持续点亮新北。市府也举办启动记者会，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今年新北将打造面积最大、高达8层楼的 LED 城堡，也会安排梦幻展演，并结合7个局处举办12个系列活动，打造丰富欢乐的新北耶诞城。届时欢迎大家携伴变装来新北参加魔幻耶诞城。3、2、1，新北欢乐耶诞城！耶诞快乐！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今日结合各局处举办2024新北欢乐耶诞城启动记者会，公布今年新北欢乐耶诞城8大亮点及魔幻之城主题系列活动资讯。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也与现场贵宾们惊喜变装现身，共同宣布2024新北欢乐耶诞城即将开跑，活动自11月15日起盛大展开，连续48天营造最梦幻的璀璨都市，诚挚邀请大家一起来同乐。今年新北欢乐耶诞城以魔幻之城为主题，并以变装为主轴，带来全新灯区风貌及新创华丽角色阵容。各式各样的梦幻装置将分布在市民广场、站前广场、万平公园、环状线南广场、板桥车站东二门和府中广场等区域。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每年的新北耶诞城都吸引全台甚至国际的友人来新北观赏。今年新北以魔幻之城为主题，创造全新人物角色，将与大家来场充满耶诞氛围的魔幻旅程。每一年的新北欢乐耶诞城的人次不断的在创新，不断的吸引全国甚至包括国际的友人来到我们新北欢乐耶诞城。当然，今年的主题创造的是不一样的思维，用魔幻、用魔法来带动我们欢乐耶诞城的气氛。尤其魔幻，我们创造个魔幻天使，率着小克、猫头鹰、兔子、独角兽，让孩子们可以在欢乐耶诞城享受家庭的温馨跟快乐。活动会场上，侯友宜除了与市府各局处同仁惊喜变装外，也特别感谢新北市有线频道业者们每年都支持新北耶诞城的活动，帮助新北市向外宣传。新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表示，2024新北欢乐耶诞城一系列丰富的活动将于11月15日开城后接续热闹登场，包含从11月16至12月29日期间，每周6日举办魔幻耶诞童话派对，多样主题创意市集陪大家欢庆周末。而万众瞩目的魔幻耶诞演唱会将于12月14日至12月15日热情开唱，重磅表演卡司将嗨翻耶诞城。更多2024新北欢乐耶诞城活动相关讯息，民众可上新北市观光旅游网或新北旅客粉丝专页查询。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2025年即将到来，台北市准备好一系列丰富多元的观光活动，还有必去景点优惠票券，迎接来自国内外的旅客。观光传播局举办2025台北旅游全攻略说明会，邀请旅行社、旅馆等业者参与，并鼓励包装优质旅游产品，推出超值优惠，期盼能带动台北旅游人潮，促进观光商机。台北一年四季有非常多活动，台北市观传局透过说明会宣传给大家。年初时节，浪漫的阳明山花季，还有台北灯节、花瓣野餐，开启户外生活序幕。接下来还预计绣球花季、台北开斋节、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让民众精彩游玩不间断。那当然，明年的生肖是蛇年，那我们的灯节也会以蛇来运转为主题，从明年2月2号星期天开始活动，一直到2月16号，一样是在星期天活动结束。那除了台北灯节的正式活动之外呢，为了增添过年期间的气氛，营造出一个喜庆热闹的光环境氛围，还会从1月24号开始，提前在灯区打造出一个张灯结彩的城市光廊布置，一直到灯节结束为止。
是2025年的花瓣野餐的活动。这个活动啊，我们预计会在明年3月份的中旬呢，会在大安森林公园举行。那它不只是一个野餐活动，我们除了希望可以鼓励民众呢，就是阖家走出户外，来一起呢，就是亲近大自然之外，另外还有许多有趣的体验活动，像是小朋友他们最喜欢的就是双语说故事，还有像是呢饲养宠物朋友们呢最喜欢的呢就是宠物定力赛。那另外就是呢明年的这个活动的规划呢，我们有一个就是配合双北市壮运的这个活动呢，我们也会提供许多运动项目来让民众做体验。明年的这个活动，我们还规划了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我们想要请呢家中的这个长辈也就是阿公阿嬷呢，都能够来一起参与我们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到时候会规划一个就是3代同堂的户外摄影棚体验活动，希望可以呢来帮助民众呢捕捉这个全家出游的一个就是珍贵的画面。我是股长王朱荣，那今天来跟大家分享我们海芋季跟绣球花季。那海芋季跟绣球花季，其实在它的前身，在竹子湖的前身其实是农业生产的。然后其实在70年代之后，慢慢转型为观光农业，所以演发成为现在的竹子湖跟竹子湖海芋季跟绣球花季的这个产业。那其实我们我们去年就是跟海芋季跟绣球花季也一起来合办。那现在台北市它是我们第3个休闲农业区，那占地面积大概有96公顷。那台北市最大的纯白海芋田就在我们北投竹子湖，这个是我们台北引以为傲的一个地点。2025我们最具代表性的活动就是我们的台北灯节。那这个台北灯节已经打出了一定的口碑，所以其实有很多的朋友，像去年创造了500多万的这个访客。那所以我们今年会继续努力，让这个花节让这个灯节可以做的让大家可以惊艳。那另外我们公园处的台北的花季啊，其实从阳明山开始，1年4季都有。那明年上半年也有很多，像海芋节啦、绣球花节啦，还有杜鹃花节等等的，其实非常的多哈。那另外我们在4月份也会有一个开斋节的活动，然后有全民的野餐活动，所以明年上半年的活动也非常的精彩。那欢迎好朋友们都到台北，到走出户外，到每一个地方去参加我们每一个精彩的活动。除了多元大型活动和丰富的自然景观，台北还拥有超过40处的室内场馆景点，像是台北101松山文创园区等，还有北市双层餐车等体验，搭配便利的交通系统与优惠票券，四处游览，经济又实惠。我们今年从10月开始来介绍明年上半年活动，就是希望所有的旅行业者、旅馆业者，还有在办旅游的朋友们啊，都能够知道台北明年的活动详细的时间在什么时候，那内容是什么。所以我们办这样的说明会。那如果不方便到现场来，其实在我们台北旅游网上面就可以查到我们的旅游年历，在年历上就可以看到我们台北1年4季所有的重要活动的内容哈。那所以我们的欢迎朋友们可以到每一年的10月或每一年的4月来参加我们说明会之外，可以随时来看我们台北旅游网上面即时最新的讯息。因为这么多的活动就是希望带动周边的一些商圈的这个热闹嘛哈。那所以我们其实透过这个活动来的，包括我们的旅行业者、旅宿业者哈，那甚至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观光的业者，让他们可以参与这个活动之后，知道这些活动，然后有一些搭配的活动，在我们办活动的同时在周边一起来推出比较好的这个配套活动，让民众到台北来参加我们相关活动的时候，可以感到它的丰富性还有多元。观传局举办说明会，盼携手旅游、旅宿与相关行业业者，共同推广台北观光，让更多人到访乐游台北。记者翁俊台北报道。迎接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世壮运彩绘列车正式亮相。除了外观有可爱的吉祥物壮宝之外，车厢内部的设计更具巧思。除了车厢展现各种运动项目，还特别设置世壮运金牌捷运手拉环，乘客可以透过车厢内的 QR code 打卡报名，成功报名还可以获得丰富礼包。请启动2025
2025双北市壮运进入倒数200天，彩绘列车正式亮相。除了有可爱的吉祥物壮宝外，车厢内部设计更具巧思，展现各种运动项目，像是网球、篮球、举重等，并与日常生活结合。更特别设计是壮运金牌手拉环，希望乘客在通勤途中也能感受到运动的力量与梦想的坚持。彩绘列车将行驶于淡水信义线及板南线，乘客透过车厢内的 QR code 打卡报名，还有机会抽中壮宝吉祥物。这次的活动最主要是透过我们市壮运的彩绘列车，然后跟我们市壮运做一个结合。那这个彩绘列车，我们要感谢我们设计师真的很用心吼，我们跟日常生活跟运动做一个结合。譬如说刚才下一个车厢有一个举重的哈，它还有一个举大冬瓜哈，那还有整个炒菜跟网球一样，都可以做蛮好的一个生活上的连结。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活动哈，希望鼓励大家来运动，鼓励大家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那刚好很难得，我们台湾的第一次，也是亚洲的第一次的世界壮运动会，在我们双北举行。那我们场地哈，不只是双北而已，我们还有宜兰，还有桃园，还有新竹县市，有6个县市，69个场地之多哈。那我们希望民众鼓励大家一起来运动，跟世界做接轨，然后也可以做文化交流，大家可以做一个城市的观光，也可以做跟国际做一个蛮好的连结。我相信这个盛会一定非常精彩可期的。那希望说大家一起来报名参加世界壮人运动会。最主要这个彩绘列车最主要目的是希望说鼓励大家了解一下市壮运在双北来举行。那这第一个概念。那第二个概念就希望说大家透过进到车厢里面，很多的运动其实跟平常的生活是可以做连结的，可以激发你运动的习惯、运动的热情跟热血，一起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顺便来报名我们世界壮人运动会。所以在每一个手把的扶手上面，你都可以看到有金牌。所以无论你在搭车的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像台湾之光一样握着金牌前进到你的目的地去。那我们也让壮宝的形象在整个列车上面出现了，不管是列车的外观或者是窗贴，都可以看到壮宝的样子。甚至媒体朋友的后面有口型贴，口型贴的话是我们用一个比较创意的表现方式去让每一个运动跟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结合，像大家背面所看到的那个是在厨房里面炒菜的样子。可是为什么会炒菜呢？因为它就跟网球一样，它会需要一些巧劲。如果大家可以往后看的话，就可以看到设计上的巧思。其实我们车厢做了总共有3节的全包地贴哦，那这些地贴都跟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运动有关。比方说像是网球的话，你就可以在地板上找到，除了网球以外，还有厨房的洋葱跟平底锅。那后面还有更多更精彩的，上面也有整个网球在运动的轨迹，所以希望大家在搭捷运的时候都可以意识到，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都可以成为下一个世壮运的金牌得主。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执行长林哲宏表示，世壮运结合运动、文化、城市观光与国际交流，是台湾与亚洲首次举办。目前国内有超过25000人次报名，国外超过6000人次参与，最高龄报名者为103岁。现在报名目前一共25000人报名，那国外将6000多人报名的。那因为他一个人报名的部分，他可以报最多3个种类7个项目嘛。那目前已经有32000多人次已经报名在我们世壮运里面来，真的不容易。32000比奥运会10500，比亚运会1万多，比世界大学运动会还要多。那所以我们战战兢兢，希望把这样的活动把它办好，也欢迎各界的一个外国朋友们来到台湾，然后喜欢上台湾。蛮好的，做一个所谓的台湾的行销，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对，我们报名还送什么？各位知道吗？我们后背包，还有运动毛巾，很大的毛巾哦，70乘以140的大毛巾。还有呢，运动水壶，还有纪念 T 恤，还有如果国外的朋友们来报名参加，我们要送他1200块悠游卡，这吉祥物造型的悠游卡，可以到处我们可以做捷运啊、消费都可以。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我们报名结束到什么时候？各位知道吗？明年的2月17号就截止了。欢迎各位朋友们
鼓励亲朋好友一起来报名参加。这是台湾的第一次，也是亚洲的第一次。只要满30岁就可以报名参加哈。只要你对运动有兴趣，这个运动蛮好的，就可以养成你终身运动的习惯。而且如果你小时候没有参加国际赛事，当不上国手没有关系，这一场的比赛哈可以跟世界接轨，因为我们目前已经有来自126个国家已经有报名了。好，这人数蛮多的，那希望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参与这个盛会。双北世壮运将于2025年5月17日至30日登场，无需选拔，凡年满30岁者皆可参加，让热爱运动的朋友有机会站上国际舞台，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选手同场竞技。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家族3代从事殡葬业的陈冠宏，因为工作元素看尽人生百态，更看到社会上有许多弱势家庭困苦到连后事都无法办理。因此，陈冠宏只要听到任何贫困家庭需要帮助，他都会立即提供协助。15年来，已经帮助过上千例弱势。65年次的陈冠宏，外形带着兄弟气魄，但其实他的心地特别柔软。在工作之余，时常与多个慈善团体联合做公益，亲力亲为，出钱出力，前往受助个案家中探访慰问。你好，我过来啊！你有好无啊？我们会集资、集物资、集金额，会去办活动，在台南市的每一区都会去办。然后每区会去办的话，我们会发放物资，然后发放物资之后的话，才会了解说当地还有什么个案需要我们去做更深入的话探讨，说他们还有什么需要帮忙。所以的话，我们都会有志工的话，我们每个办慈善会的时候，他们都会有留资料，然后由志工去翻查说他们目前的状况下，他们家里面到底捐了那么多的米，有没有电锅可以煮饭，有没有瓦斯炉。对，我们会比较偏向去说是用访查式的话，去看他们的被迫的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别看现在的工作是拈花惹草，其实陈冠宏过去曾是个舞刀弄枪的江湖儿女，只因15年前父亲中风以及女儿出生，人生中接连的改变，让身为独子的陈冠宏有了体悟，最终决定挥别江湖，返家接家业。10几岁就出来去做兄弟对头家，然后的话变成讲看做这个人生百态，抽签你受担，爱去用担，爱去归情的。然后的话包括的话，人支援的、发支援的话，嘛是感觉讲兄弟这2字最重要。爸爸忽然中风，恰的话蛮没有生的，我才觉得说，一个囡仔的话生落来抱伫咱的手，伊的重量的话有够重。迄个重量的重，毋是感觉讲即个囡仔3000几克的重，是即个重量我会照顾你一世人。哎啊，所以我感觉讲，我无想要互爸父感觉讲，今日恁的老爸是无咧食头路的，你的老爸话是咧做八大的，你的老爸话逐工拢啉啊天光的，对啊。厝里我嘛顾囝，需要的话也有人当来顾老爸老母。所以选择性上的话，我嘛感觉讲，无的话，咱倒来夫妇的定来，为什么拢无开始？不止送鱼，也要给人钓竿。陈冠宏在探访弱势家庭时，发现其实不是他们不愿找工作，而是因为身体健康的限制，让他们找不到工作。陈冠宏也开始计划让受助家庭折纸莲花，赚取生活费。我们从事殡葬业，很多家属都会很忙，甚至没有办法来拜饭啊，没有办法来折纸啊，所以我们就又能提供这些个案的话，他们在家可以折一些小莲花塔，折一些纸扎类的东西。对，所以的话不是很多钱，可是至少的话，他们每个月至少都有固定的薪资。也许是看到许多贫困家庭在那样的环境中还是坚韧的生活，让陈冠宏更懂得感恩与惜福。他也希望未来能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弱势家庭走出困境。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迎接西洋万圣节到来，台北市洲美里第4届万圣节走秀讨糖活动热闹登场，吸引近1000人参与。大人带着小孩展现创意打扮，各种电影跟动漫角色上街讨糖吃，超级吸睛。里内数十个社区也跟里长邱丽玲合作，布置充满风格的拍照区，并提供小吃跟游戏关卡等，让里民提前感受万圣节搞怪又热闹的欢乐气氛。
不管是死神与南瓜小精灵一家，还是白雪公主配上黑马王子，又或者是超炫的钢铁人及 Q 版蝙蝠侠与太空人，这些装扮既可爱又吸睛。这里是台北市中美里正在进行万圣走秀与讨糖活动，今年吸引了近1000位民众参与，让连续4年举办这项活动的中美里里长邱丽玲相当感动。因为我们很多学子啊，年轻朋友都是从海外读书回来的，他们就觉得很怀念在国外读书的这个情景啊，就跟我说，里长，我们是不是要办这个万圣节活动啊？我说好啊，你们喜欢什么，我们就是要迎合年轻朋友们的需要嘛，所以我们就办了，今年是第4年，那也有我们5期所有的社区共同赞助，每个社区的赞助糖果非常多的糖果还有些社区要准备游戏，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快乐的万圣节。有小朋友打扮成贞子，看起来就好像从电视里爬出来一样。然后选贞子，因为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很可爱。我喜欢黑色。哦，真的哦。他自己说他要当贞子，对他想要当贞子。所以你就把它装成这样。对。你觉得里长办这样的一个活动怎么样？很棒，很好玩。这对母子则分别装扮成电影的黑魔女及电玩的碧姬公主，形成强烈对比。因为好歹是个漂亮的角色，对。那你小朋友呢？她是马里奥的碧姬公主。对。陈义宏教练是我们国际教练啊。因为我觉得很漂亮。你有玩过他游戏吗？有。还有麦当劳薯条姐弟也走上街头，超萌的模样，连市议员游淑慧都抢着跟他们合照。为什么想要这个？因为弟弟只愿意抢薯条，只吃薯条。对，他也喜欢吃薯条。哎呀，耶！你喜欢薯条吗？喜欢吗？要。什么吗？薯条。薯条哦，那你觉得好玩吗？好玩哦，会不会很热啊？不会。还有蜘蛛人父子一起现身，对里长举办这样的活动直说很棒。那觉得你办这个活动怎么样？还不错啊，希望每年都可以有啊。不止帮小朋友打扮，不少家长自己更用心投入 cosplay。像这位爸爸就把自己装扮成一匹黑马，以配合小朋友的王子造型。我是黑马王子的黑马。黑马王子的黑马，为什么要装成这个装扮？因为儿子是王子啊，我只能当黑马。其中还原度最高的就是这位林爸爸扮演的知名电玩主角，因为小朋友很爱这个角色，林先生自己动手花了1整天的时间制作，成果让人惊艳。这个角色是什么？麦块，史蒂夫，我儿子说这个最帅。他花了多久的时间？昨天开始做的。昨天开始做。对，花了大概一天又1个晚上。那感觉等下这个活动好不好？这个活动好好玩，不过，我好热哦。立法委员李彦秀也赞助南瓜桶给每一位参加的小朋友。台北市议员阙梅莎及游淑慧更到现场分送糖果给小朋友，对于邱丽玲里长的用心非常肯定。是由我们5期一群妈妈志工，然后 Kathy 代表一起把大家召集起来，还有我们最热心、我们最漂亮的我们邱丽玲里长，然后办这个活动，然后每年越办越盛大。那我之前有来参加过，以前我在美国念书，我就很喜欢这个活动。每到 Halloween 的时候，就会家里准备糖果，就会有人来 trick or treat， 不给糖就捣蛋。那牛奶阿姨阙梅莎今天还有准备牛奶糖，还有小包的水果糖。来，里长们，水果糖给大家看一下。水果糖在这边。小朋友也都很喜欢这个，很可爱的，对，让大家有一个很开心的周末。这是我们中美里跟这个社区一起办的万圣节活动那万圣节虽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都会办，是一个比较没那么普及的活动，但是这几年来内湖地区有越来越多里长会跟社区一起去办这样。那我们看到家长也非常热情的响应你看很多小朋友他们都去租这个道具服然后小朋友都扮得很可爱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有趣的活动，让小朋友也可以来体验一下节庆。除了万圣节走秀，邱丽玲还与5期所有社区合作，透过布置营造万圣节惊悚又好玩的氛围，还有社区提供主题拍照区、胖卡车美食免费吃及掷骰游戏送糖果等，让整个中美里社区既融洽又和谐。我觉得这种活动呢，可以让
整个社区的氛围呢更融洽、更协和。然后呢，我比较喜欢把欢乐带给大家，我很乐意。我们明年，因为就算不当主委，我也会在推动。我们每一次的活动一定要再继续办下去。名人赏社区是最热心的哈，这个花最多心血在这个我们这个社区活动，尤其是我们吕曲主委哈，他每一次的我们各项活动都非常的支持，好，非常感谢我们吕曲主委。邱丽玲表示，周美里有在地出身，也有心血加入，希望透过一连串的活动，凝聚所有里民共识，一起营造美好的生活环境。万圣节快乐！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树林地区有小鬼、迷你鬼出没，大家要小心了。树林保顺公托配合多元文化健康促进礼俗，办理 Halloween 变装踩街活动，结合区长、里长、当地店家跟里民共襄盛举，邀请家长共同参与，增进亲子关系。就这场活动建立幼儿口腔健康习惯。在这里头一起欢乐这样子一个万圣节的活动，那当然哦，我们刚刚有提过，最后要做什么？要刷牙哦。树林区保顺公托一早就呈现非常欢乐的气氛，原来是中心配合即将到来的万圣节，特别办理了多元文化健康促进礼俗 Halloween 变装踩街活动。家长们也积极配合，为幼儿们进行变装，有应景的南瓜、骷髅头、蝙蝠侠等造型。这群小鬼、迷你鬼可爱俏皮的模样，萌翻了众人。蛮有趣的，就是带小朋友出来走走，也蛮好的。对啊，就是很用心这样。那今天是帮他们做怎么样的变装？变装哦，就是想说简单，就是准备就是南瓜装这样，就哥哥弟弟都有穿这样。他的话就是骷髅头装，然后本来还有小披风。但是老师说他不带，就是在那边哭没有带那样子，然后但是还有这个小恶魔茶这样对，然后我们两个就是那个动物头套，简单的装扮。我们两个的牌价比较弹性，对，刚好有空就陪他一起玩，对，想说他会很开心。好，谢谢，说谢谢，要记得刷牙哦。谢谢，好，要刷牙。保顺公托共有30名幼儿，中心特别邀请了新北市议员廖宜坤夫妇、保安里里长李奇宝以及附近居民一同来参与，带着糖果分享给可爱的小朋友，也不忘提醒小朋友洁牙的重要性。那宜坤也很荣幸啊，能够参加今天这个活动。那因为参加这个活动呢，我今天也拜托特地商请我太太一起来扮演牛魔王跟铁扇公主，希望说带来更多的欢乐来给所有的小孩子。就如我在议会中，实际上是觉得说，不管是小孩怎么样让小孩子过得更好，怎样像为小孩子做得更多，这都是永远在我心中最重要的。那也希望说今天透过这个万圣节的活动，能够让小孩子开心，那大人欢心，一起来参加这个万圣节活动。各位小朋友要记得哦。我们会发很多糖果给大家，那记得吃完糖果记得刷牙。新北市社会局托育科科长林秀穗说，公托一直以来都会结合多元文化特色来办理活动，配合万圣节的到来，邀请家长一起参与 Halloween 变装踩街，过程中也增进了亲子间的互动与交流。会跟着节庆，如果说母亲节我们有一个感恩的活动啊，父亲节或是耶诞节都会有相关配合节庆的一个活动。那主要让孩子希望在生活中体验我们的一个相关的一个生活的一个，不管是小确幸或是生活上面可以明白说这个社区里面发生的这些有趣的事。对，就对孩子来成长过程中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经验。我们收托的是0到2岁，最多可以教到3岁。那今天是比较大的孩子，大概是1岁多到2岁多的孩子出来走，对，然后也顺便来这个公园，探索一下我们的社区，然后也晒晒太阳。其实我们希望孩子可以健康、活泼、平安长大。树林保顺公托配合多元文化健康促进礼俗，办理 Halloween 变装踩街活动，结合了区长、里长、当地店家、里民共襄盛举，邀请家长共同参与，增进亲子关系，也借由这场活动建立幼儿口腔健康的习惯。Happy Halloween！ 记者吕奇坤、沈金华新北采访报道。
20年前，比利时圣吕克大学医院成功帮助癌症病人在治疗癌症之前，先冷冻卵巢组织进行自体移植，并成功生下第一位活产婴儿。一直到2022年，全球累积超过上万例卵巢冷冻案例。奇美医院透过国外学习并引进该项技术，希望为年轻的癌症患者或病童保留未来生育希望。奇美医院生殖医学科主治医师温仁玉表示，有些患者为了保留生育，过去都以冷冻卵子或冷冻胚胎保存，但现在冷冻卵子或胚胎不再是唯一的选择，尤其以年轻癌症患者或者癌症病童，一方面因为怕卵巢早衰，或者生育能力还没有发育完全，因此国外早就有卵巢组织的冷冻，然后进行自体移植，帮助患者保留一线生机。我们希望说能够把这项的技术呢，能够推广给台湾的民众，可以帮助台湾有需要的民众是在未来，如果说你是因为癌症的治疗需要接受化学治疗的药物，或者是骨盆腔的放射治疗照射，或者是任何其他的疾病会造成卵巢早衰的高风险者，其实不只是冷冻卵子，冷冻卵巢也是一个很成熟的生育保存的计划。而且跟冷冻卵子不一样的优点是在于说，它并不是一次性的，它像我们冷冻卵子，一批冷冻的卵子用完了就没有了。但是如果是冷冻卵巢的话，移植回去，我们可以分批把卵巢的片段移植回去身体里面，可以多次的延长它的生育年龄。而且呢，移植回去的卵巢如果没有其他的不孕因素，还可以尝试自然受孕。所以这是跟冷冻卵子很大的不一样的特点。这项技术虽然在20年前由比利时圣吕克大学医院成功帮助癌症病人利用癌症治疗前冷冻卵巢组织进行自体移植，并顺利产下一名女婴，一直到2022年，全球累计超过有3万例卵巢冷冻的案例，并有300例以上利用自体卵巢移植成功产下新生儿。目前奇美医院透过国外学习引进该项技术，希望为年轻的癌症病患与罹癌的病童保留未来生育的希望。记者林盈根台南报道。台湾是美食天堂，各地都有许多隐藏美味。本周首先要带大家来到高雄鼓山区有家火锅店，主打绿咖喱锅，店家亲自调配汤头，再加入椰奶，以泰式风味呈现。汤底的口味相当浓郁，再搭配各式各样的严选食材，不用沾酱就能吃到食材本身的美味，再加上用餐环境相当优美，广受顾客好评。满满的海鲜和蔬菜拼盘端上桌，光用看的就让人忍不住食指大动。在气氛优美的环境吃火锅是生活当中的一大享受。鼓山区这家火锅店除了有舒服的用餐环境，店家的另一大特色就是绿咖喱锅，泰式风味的汤头浓郁，免沾酱就够味。这家的汤头非常的浓郁好吃，而且很少吃过这种奶香咖喱，再加上它的蔬菜非常的清甜，很清爽，因为只要烫过一点，烫一下子就可以知道它的脆度跟那个清脆的感觉，对，非常好吃。这边的口味不错，很好吃。青菜也很新鲜很甜，老板娘很亲切，汤头很浓郁，然后辣度也可以调整，就是调整成想要的口味。这个锅底呢，它是用南洋风味的一些辛香料，然后下去熬的，再加了泰式的椰奶下去，所以味道是蛮浓醇，然后蛮滑顺的。这样建议说客户他可以去吃到食物的原味这样子。对啊，如果一般有比较喜欢蘸酱的，我们会先让他试看说，你可以试试看它的汤头啊，还有煮出来的味道啊，然后先吃看原味的感觉是怎么样。我们大概花了1-2个月在测试这个东西。蔬菜及海鲜煮到绿咖喱锅，看起来非常美味，让人不禁想赶快品尝。汤底是店家亲自调配的，透过蔬菜及海鲜熬煮，喝起来更加鲜甜。另外，所有食材都是店家精心挑选，尽可能让顾客吃到原型食物。店家用心的经营，希望能让消费者吃得开心，也吃得健康。
那主要是说我们的理念是说想让大家吃出健康，吃出美味，对，所以我们就是比较采用原型食物这一块啊，尽量是少吃到加工类的食品这样子。现代人讲求健康，又想大口品尝美食，因此店家用心调配汤头，更严选所有食材，希望能让消费者吃到健康又美味的火锅。记者周福庆、陈英君高雄报道。以上就是本周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你的收看，我们再会。